各位，大家好啊！今日咧就係10月30，年近就歲晚啦，做翻輯啦嚇，向各位喜歡香港草根個節目嘅朋友交代喂，我個節目係公正客觀喎，喂，老共啱㗎啱統治我哋啲人㗎，不過唔好忘記公正客觀，我仲有權威，所以因此老共未必可以收買到我放心。今日嘅主題做咩咧？賣幾句廣告先與眾不同嘅節目，不一樣嘅分析，請各位收看呢個香港草根歌嘅節目，由 Jimmy Huntington 主講。今日講啲乜嘢咧？喂，各位歐洲嘅華人啊、美國嘅華人、海外嘅華人啊、台灣嘅朋友啊、香港嘅朋友，留意大馬嘅朋友今日咧就係有幾樣事要講嘅。第一咧就係送一個字2025漢字俾呢啲華人嘅傳媒，尤其係海外華人嘅傳媒第二咧有個英文字係關於呢個世界嘅局勢嘅有一點咧同香港好有關係嘅請各位咧就係收聽有一段咧視頻，歷史性嘅視頻，非常之重要嘅暫停先，想各位咧就係喺度咧就係收聽一段咧就係同香港歷史嘅悲劇嘅產生咧就係好重要嘅關係呢一段咁我希望咧呢個陶君行佢哋嘅香港花生台咧就准許我咧就係翻錄呢一段佢哋嘅視頻因為我費事霸太多時間，因為我有一抽問題想問翻阿達，我想起碼喺呢一節咧，我釐清翻過去我哋發生咗啲咩事嘅。嗱，例如乜嘢咧？因為阿達你係你嘅身份好重要，你嘅身份係民主黨政改6人小組嘅成員之一。嗱，你啦、何俊仁啦、劉慧卿啦、單仲偕啦，仲有邊個？仲有楊森啦，再邊一個？再有2個。我唔係噏咗啦已經。何俊仁、尚佳、張文光。係啦，張文光。OK。嗱咁你哋6個人係最清楚知道喺成個政改方案通過之後7月10年嘅7月，何俊仁係有出一份報告嘅，即係你哋民主黨係有出一份報告嘅。當時何俊仁作為主席，佢出咗一份政改6人小組嘅報告，話俾大家聽。因為社民連當年去批評民主黨話你哋黑箱作業嘛。話你哋密室談判嘛，話你哋講完唔撚同我哋講嘛，唔撚同市民大眾講翻嘛咁樣。咁所以咧，民主黨就特登做個報告公諸於世。咁其實咧老實講阿達，我喺而家民主黨個網站我都揾唔到嘅。而家好就好在咧，我就喺翻《蘋果日報》嗰個文庫嗰度咧，我哋抄翻出嚟。咁終於我睇晒成個，其實我係以前睇過㗎啦，不過太耐咧，啲資料咧就冇晒。終於睇翻晒成樣嘢。好啦，阿達，我而家想問你嘅，即係我逐條問題想問你，希望你可以去話個情況俾我哋聽咁樣。唔係質詢你純粹係想問下呢個問題。2019點解我哋大家都想知？啱啱我哋提到嘅就係究竟成個民主黨同中共嘅談判係點樣開始嘅咧？係究竟係民主黨揮手先啦？我想嚟同你傾啦咁樣，定係中央揾人嚟同你哋傾啊？嗱，我想補充，你等我講埋呢個先，就係因為你啱啱講咗咧，就係話民主黨係2010年嘅2月12號，2月12號，2月21號，2月21號，好重要嘅記住。2月21號係去同梁愛詩
唔係，喂，你俾我重複啦。OK， 好，你講多次先。第一嗱，我係唔需要講大話。我哋喺2009年一路辯論5居公投咧，我哋冇諗過唔參加之後咧，中方一定會同我哋傾偈。我哋都冇諗過中聯辦一定揾我哋。我哋更加冇諗過用唔參加5區公投作為一種踏腳石去揾中聯辦傾嘅。OK。出邊有好多都係咁嘅諗法。OK， 呢個全部都錯嘅。OK， 我係當事人。好啦。好。1月底月初做完會員大會，到到2月2010年12月13號會員大會。嗰日我喺出邊啊，隔咗成2個月，係啦，2010年嘅2月21，即係我哋會員大會隔咗之後2個月，梁愛詩就打電話俾何俊仁。咁其實咧，梁愛詩係同我哋某個元老咧，一年都食幾次飯嘅，唔係我啊，我唔講咩咧，我姓張嘅，我唔講得，姓李嘅，姓劉嘅。唔好啦，你唔好問啦，大威。得個5、6個元老，你咁逐個問我頭緒，咪知係邊個打你？梗係爆咗出嚟啊！一個人啦，你唔好講啦，講啊屌真係。 Carry on。總之就梁愛詩唔係對我哋元老唔係新人嚟嘅。嗯。佢係有某個元老有時見面食飯溝通傾偈嘅，而我哋要 fair 對呢個元老要 fair 嘅公道。佢有同我哋元老聚會集體去匯報。佢傾緊乜嘢？嗱，呢個我係贊成㗎。嗱，我就冇見中共啲人，但我又唔反對見過嗰啲人。As long as 你應該同佢集體講，你傾緊乜嘢？因為我係信集體，我唔信個人㗎嘛。好啦，嗰個2010年2月21，就梁愛詩就打電話俾何俊仁，就話佢想見我哋民主黨嘅領導層。咁嗰度個人咪見佢咯。咁見嘅時候咧，第一次就簡單啲啦。第二次咧，呢個真係歷史記錄。佢揸住一封信讀出嚟。出場啊！主要人物。其實我感覺上佢係手震。佢手震。嗰封信咧係梁愛詩手震。係。嗰封信係胡錦濤。胡錦濤。send 俾即係俾封信民主黨嘅，係佢只係一個中間嘅人，聖旨道咁啊！真係咁啊，唔係聖旨道。佢講咗幾點？佢第一就知道我哋冇參加5區公投，第二咧佢意思覺得係應該用個方法去溝通討論，盡量揾到個共識，將你政改做好，類似咁簡單。嗯。咁跟住佢話，再遲啲咧，政改做好啊！駐港機構同我哋仲好笑啊！嗱，呢啲真係笑話咁笑。梁愛詩讀咗封信之後咧，你知我哋懵成成噶嘛，所以呢我哋真係真誠真懵成成。我哋成10日都冇理佢，突然間曾蔭權嗱呢啲出街冇出過，打電俾何俊仁，佢 Albert。喂，點解總書記、國家主席寫封信俾你民主黨，你仲未覆信喎？我哋真係唔知要覆信喎，大佬啊！真係懵下懵下嘅，我哋嗰時。唔知道要覆信啊！懵下自己承認啊！咪覆封信俾佢咯。就我知道收到啲封信啦，我哋都希望能夠透過商討去討論呢個政改咁。嗯。跟住咧。做到4月30號，先到中聯辦開始同我哋接觸，同埋傾過政改。嗱，呢個就過程。喂，咪住。咁所以你話我哋即係知嗰啲嘢知得咁多啊？唔係阿達，喂，你啱啱真係爆咗嘢喎！你呢個你喺嗰個政改6人小組冇講過嘅喎，嗰報告。你哋真係講啲唔講。喂，你哋講啲唔講啲喎，真係。喂，嗱，跟住嗰啲封信你都唔講咧嚇？
喂，咁呢個歷史到第時我都會。唔係，我想問下，而家胡錦濤封信喺邊度㗎？有冇傷起佢㗎？好重要喎，封信冇俾我哋阿梁愛詩讀完之後咧，梁愛詩讀出嚟啫嘛。啫嘛。哦，即係收翻個卷軸，咁就有冇俾我哋嘅就哦，冇俾你哋嘅，哦。哇！呢個喂你哋，咁我哋懵下懵下嗰度冇公真係真道喎，㗎。大佬，你哋嗰個6人小組嗰個報告唔講㗎，大佬。我淨係睇到你哋寫一封信俾胡錦濤同阿習近平。阿明，因為有啲其他啲人係 involve 呢件事咧，我相信我哋有啲元老未必贊成，要將佢哋啲過程全部公開嘅。係。當勞嗰樣嘢咧，我第一次講啊。OK。不過我諗當勞就唔係壞人嚟嘅，我覺得佢即係提你喂，國家主席寫封信俾到覆信都大佬你哋。唔係嗱，呢所以我覺得呢個信息係重要嘅，就係話咧，佢哋唔覺得係好緊要一樣嘢，以為溝通。我唔係唔緊要，我哋懵下懵下啫嘛。嗱，佢澄清咗2樣嘢嘅，我幫佢 clarify。我哋冇諗過唔參加5居公投咧，有得談判。第二，即使胡錦濤 send 封信俾你都冇乜反應。OK， 你想 clarify 呢2點啫嘛？係咪？簡單嚟講就係。然後就第3點就係老曾就問翻佢哋轉頭。係啦。喂，點解主席俾封信你唔覆啊？咁樣。所以咧，即係佢想 clarify。佢好被動。佢唔係被動，而係佢唔係好 care。係呢個問題上。唔係唔 care。陶君我哋冇一個。大佬啊。你俾我答晒得㗎啦，阿陶君。其實我哋冇一個 plan 嘅。冇 plan 啊！收到。同中聯辦談判真唔喺我哋嘅計劃裏邊嘅。明白。喂，佢揾個人讀封信俾我哋，咁我哋嗰幾條友聽完咪算咯，聽完算㗎，等下一次係咪中聯辦㗎咋？咁你懵下懵下咁咯。冇 preconceived plan，簡單嚟講就係冇啊，冇 conceived。即係事前係唔知道，原來可以咧係咁樣去溝通同談判嘅。即使唔參加5居公投都好，咁所以咧今次咧民主黨孭咗個大鑊。唔係，咁我想喂，不如休息一陣，第3節翻嚟得唔得啊？我哋30幾講阿達呢個我仲有問題問㗎，未答到啊， Okay. 我仲有一列啊，所以我哋轉頭第3節再講好唔好啊？第3節再講。OK。各位頭先咧就係希望咧各位有留意啊，李永達點樣咧喺呢個香港花生台大軍閥裏邊咧就係盡訴當年嘅心中情喺2010年2月21日咧，胡錦濤就通過梁愛詩咧喺第2次同民主黨6人政改小組見面，喺第2次嘅見面咧就攞出梁愛詩就攞出咧就係胡錦濤寫俾民主黨嘅信叫佢哋咧有商有量去做好嘅政改嘅。咁曾蔭權咧就提出第2次嘅政改就係點咧？喺直選嗰度增加5席，區議會嗰度咧功能小組咧亦都增加5席但係咧民主黨咧就要求喺呢個區議會嘅功能小組嗰度咧就開放俾啲 member 有300幾萬嘅 member 喺呢個功能小組度，全部開放係要點咧？喺功能小組都要有會員選舉嘅選上嚟嗰啲功能小組嘅立法會會員曾蔭權拿住呢個方案咧係得到點胡錦濤同意嘅之前咧嗰啲建制派跟風話唔得嘅呢一個
增加呢個仲有5區公投啦，嗰啲建制派反對啦，係咪咁黃毓民咧有插手嘅你睇睇下啦，民主黨班人竟然唔識復信喎，唔識復信啊，唔知道要復信呢一點咧，亦都咧同我多年嘅觀察吻合大家假如有留意嘅話咧，應該知道邊間係推廣全人教育嘅大學我曾經有幸都踎過嘅踎過某間嘅大學據我觀察嗰啲咩教授嗰啲嗰啲咩博士嗰啲喺97好快回歸我觀察到咧就喺呢間全人教育嘅要推廣呢個理念嘅大學我心諗喂97就嚟到喎我想睇睇咧咁啲大學裏邊有冇設立一個中國研究中心去了解中國要收回香港97之後點樣治理咧？或者中國嘅領導人究竟理唔理解香港嘅文化咧？同埋香港呢個族群俾英國佬教導到點咧？係用咩方法咧？可以睇到各位頭先嘅視頻李永達盡訴心中情嘅政改唔識回信俾胡錦濤胡錦濤根據咧就係同佢讀書嘅清華大學講出嚟咧對胡錦濤觀察喺清華同胡錦濤一齊讀書嗰啲同學就爆出嚟咧，胡錦濤係一個明白嘅人共產黨屬於咩明白嘅人咧？即係唔係死執教條主義嘅係一個點可以有商有量嘅人嚟嘅喺呢度咧就係睇到啦，胡錦濤寫信去俾民主黨喂，喺呢政改裏邊大家可以傾噶但係你睇嗰啲咩料民主黨呢啲咁咩料唔識回信唔知道回信戇居居咁李永達自己爆出嚟啦嗰6人小組有劉慧卿劉慧卿時時爆出嚟俾爆出嚟劉慧卿時時同梁愛詩食飯嘅梁愛詩司長呢啲人李永達達仔呢啲係火紅年代噶嘛，認祖關社認社關祖包括呢個鄭月娥係嘛，仲有當時咧就係喺呢個推過呢個全人教育間大學例如李華明都係杜耀明都喺度㗎仲有幾個推廣對呢個
政制研究嘅有幾位學運嘅火紅年代踎喺呢間呢個全人教育嘅大學嘅。嗱，我哋做咩咧？喂，知唔知肯定在你喺嗰度做咩？嗱，注意啊！當時咧就係大學生裏邊咧有啲就係火紅年代啊，就係關心國事啦，係咪？要認識祖國啊，認祖關社啦，係咪？關心社會啦，有批火紅年代咧就係喺港大啊、中大被收編嘅、被統戰嘅大學生咧，好急於去翻去中國咧，就係了解中國嘅呢個好事。有一批咧就係安身立命喺香港，叫社會派。咁時同咧就係呢啲國事派咧喺度對峙，大家不停咁辯論嘅。我講過有啲出到嚟咧，講起國事話咧，啲社會派同埋呢個國事派甚至打交嘅，出咗去做事之後但係咧，無論係國事派、社會派咧，對中國共產黨唔了解嘅呢班人，你睇下達就知啦，李永達呢啲咁咧四人幫嚟咧就保四人幫，四人幫下台之後咧就係自己都唔知係邊條路線嘅包括中大、港大咁其他大專院校都係嘅對中共唔了解嘅因此喺嗰間推廣全人教育嘅係我本人提出向一位姓趙嘅教授提出，喂，你應該97翻嚟咯，快嚟咯回歸祖國究竟你啲香港學人對祖國有幾了解咧？呢位姓趙嘅Simon 全名唔好講啦而家仲喺嗰間全人教育裏邊教書嘅做咗正教授啦。話你哋應該我哋嗰時嘅應該設立一個中國研究中心冇幾耐咧就係呢位趙姓嘅教授咧就喺呢個同地理系嗰位李乜明教授咧設立咗一個中國研究中心，所以我對中國研究有少貢獻㗎。香港嘅中國研究呢位趙姓教授咧跳咗去港大又係我提佢，喂，快啲設立一個中國研究中心啦可以睇到港大、中大對共產黨當時冇乜邊幾個係真正係了解嘅。好啦嗱，中共佢哋嘅要人對香港有幾了解咧？今日嘅主題咧，第一輯我就講啦，就係日本嘅菊花與刀同香港嘅悲劇就係大馬新村加醒目仔日本咧就係菊花與刀香港咧大馬新村與醒目仔咁菊花與刀咧就係 Ruth Benedict 喺1943年受到美國嘅政府嘅委託咧就係研究下究竟日本將來因為咧1943年嘅時候美國已經預到日本呢場戰爭好快結束，日本咧將會係一個戰敗國㗎啦咁美國政府咧就委託呢位 Ruth Benedict 咧呢個教授去研究，一個人類學家研究
究竟我哋點樣要處理日本咧？有兩個問題，一個問題咧就係廢唔廢除呢個天皇制度咧？第二個問題就係好唔好全面佔領日本咧？咁啊 Ruth Benedict 咧呢個教授好嘢啊，就係唔使去日本㗎，睇啲當時喺美國嘅日裔嘅人，同埋咧搜集咧日本嘅著作啦因此而成咗一本巨著嘅。佢主張咧唔好推翻呢個天皇制度亦都唔需要咧全面佔領日本咁咧美國咧嘅政府咧就係聽咗佢研究報告嘅提議咁樣只不過咧淨係派麥克阿瑟個天皇之王佢咧就係改造日本，亦都保持天皇制度咁咧 Ruth Benedict 咧就係發覺咧日本人有雙重性格善與惡同時有各位咧去了解啦睇下嗰本書最好。咁喺呢度咧就睇到喂美國準備打敗咗日本之後咧都想點點樣了解日本，然後推出一個策略去治理日本我想問中共究竟收翻1997收翻香港之後究竟之前佢哋有冇做一啲好似呢位 Ruth Benedict 呢位人類學家去了解香港人呢個族群究竟係乜嘢人嚟嘅喂？係究竟係佢嘅香港文化係乜嘢嘅咧喂？係咪會夠膽搞革命反中亂港嘅人嚟嘅咧？嗱，我喺呢度答你，我可以睇到中共收香港之前有收料，但係冇好似一個專家或者人類學家，當時佢1997嘅人類學都係好落後嘅啫，係嘛？社會學都落後係嘛？係香港幫佢培訓嘅啲社會學家係咪？費孝通執幾件嘢咁落嚟中文大學幫佢受訓噶嘛係嘛？人類學家當然冇啦係咪？1997之前唔係有功力嘅人類學家係嘛？因此喺度猜想喂，你睇下鄧小平嗰啲好粗暴噶嘛喝鬼緊標話97之後咧唔會派軍胡說八道你個廖丹鄧小平喝緊標點解唔派軍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定要駐香港即係好直率鄧小平喝斥當時緊標嘅呢位國防部嘅大員一樣喝斥佢唔係話喂我哋係有方法嘅點嘅唔係咁講過一句話就窒埋嚟噶咯係咪咁唔係淨係觀察鄧小平嘅，咁亦都觀察習近平同埋研究江澤民胡錦濤好多人忽略咗胡錦濤原來係有人性嘅共產黨員嚟嘅，都仲有啲唔係一個明白人嚟嘅我啲清華同學話佢係一個明白人嚟㗎係點唔係話死跟共產黨嗰套鐵嘅紀律㗎，係有商有量㗎。民主黨
走咗機會啊！冇好好喺胡錦濤當政嘅時候，好好搞掂咗嘅政改啊！胡錦濤係同意點個選舉制度97臨近或者97之後97之後係可以2010俾信佢哋嘛，係可以有商有量嘅。嗱喺呢度咧，李兄弟有都爆出嚟啦，亦都係由於政改咧，曾蔭權佢懷疑佢冇實據嘅話，似乎得罪咗老共嘅高層人物，因此喺佢落台嘅時候就被收監嘅，係一個好少嘅事嚟嘅啫。買樓嗰件事嚟嘅啫，喺深圳買樓話佢貪小便宜其實喺共產黨裏邊呢啲咁嘅小事嚟嘅，要捉死佢。李永達就懷疑就喺政改嗰度咧，曾蔭權得罪咗上高嘅大員因此咧就係689接手之後咧，習近平咧就冇放過曾蔭權要佢坐監嘅。咁喺呢度連你都睇到民主黨連回信都唔識，對中共有幾了解阿爺俾封信你竟然10幾日之後都唔識，你仲話要搞政改添？胡錦濤就係同你傾政改啦嘛。喺呢度我哋睇到呢啲民主派同埋呢個建制派對中共有幾了解，同埋佢嘅料去到邊度加上中共佢哋冇好似美國政府就委派Ruth Benedict 一個好出色嘅人類學家去制定一套方案，點樣治理呢個香港收回之後我觀察咁多年咧，當然有呢個我哋睇呢啲咁嘅國史派、社會派。當時我嘅年代同就係李柱銘嘅年代啦，睇住佢大，睇住佢話係呢個民主之父我哋背後話呢啲咁嘅料可以做民主之父，俾共產黨玩死你啦！真係俾共產黨玩死，唔止仲英國人都玩死佢哋所以我都話英國統治香港嘅時候咧，就係英國人玩佢哋，收翻咗中共收翻咗香港咧，就係中共玩佢哋靚乜嘢呢啲建制派、民主派咁，其實我哋咧喺冷眼旁觀呢一派就係我哋呢一派啦。呢一派就俾香港最忽略嘅。我而家先出嚟講嘢啫。我而家先為李永達盡數心中情，我盡數心中情啦，係嘛？我都踎過呢個呢個全人教育啲大學㗎，要睇盡啲咁嘅教授呢啲97之前都未識設立一個中國研究中心，可以知佢哋對中共有幾了解。咁我哋原諒佢嘅1949毛澤東得咗天下之後帶領中共去到咩境界啫？係嘛？3反4反，大哥又大躍進又清算知識分子反右係嘛？跟住點又文化大革命係嘛？跟住89天安門，大屠殺。所以因此喺生活喺香港嘅人需唔需要研究喂呢個中共大家忽略咗97之後你要面對佢你要
好好地了解下中共。有冇人做啊？嘥氣啦！有做嘅功力唔夠，見識唔夠啊！我哋冷眼旁觀嘅人咧，似會清楚啲。嗱，我睇咧啊，好可惜嘅。香港呢一班人啊，點會反啊？點會啊？夠膽港獨啊！香港其實啊，俾英國點樣治理咧？佢嗰套啊，就係用大馬嘅新村圈死佢哋啊！跟住咧，香港出咩人咧？醒目仔啊！嗱，我唔係第一次講啦啊！喂，加拿大陳橋事件啊，我都知，我都提咗你啊，邊個係醒目仔㗎啦嚇？咁最近咧有好多啦，世界仔同埋醒目仔出晒嚟啦，係嘛？香港咧就專出醒目仔，醒目仔同呢個世界仔有啲唔同嘅。大馬新村嘅手法治理香港啊，用啲新村圍死佢哋啊！喺呢度圍佢嘅時候啊，為佢啲英國嘅表面嘅民主自由制度啊，同埋英國嘅文化通俗文化，跑馬足球啊，仲有磚頭，炒樓啊！咁啊，裏邊呢個圈住啊，大馬圈住呢啲，裏邊有啲人有咩人咧？黑道啊，所以咧，你知啊，香港啊，有啲人啊點啊？崇拜黑道嘅啊，黑道啊，買辦啊，仲有親中啊，左派喺度，仲有啲國民黨人啊，有啲咧喺大陸偷渡落嚟或者落嚟香港謀生嘅人啊，喺呢個大馬新村啊，俾呢個英國人圈住嘅話咧，就有呢啲咁嘅人啊。但係好彩咧，就點喺個太平盛世嘅社會，除咗6·7暴動之外咧，就係點咧？多數係太平盛世。嗱，中國嗱，你睇中國移民或者走難到香港嘅人啦，或者係本土出世人咧，只要太平盛世啊，呢班醒目仔咧就自我圖強噶啦。呢一點你睇睇啦中共一加入 WTO 啊，同埋美國咧做咗俾佢呢個最惠國待遇之後啊，你睇下深圳嘅女啊，同埋深圳啊，同埋東莞個女工點樣自我圖強啊？喺一個太平盛世嘅日子由呢個鄧小平喂，改革開放嗰個年代你睇睇，一有太平日子咧，中國人就會自我圖強。英國咧就摸到呢一點，喂當然佢喺大馬度吸收啦因為大馬有陳平嘅游擊隊中共支持嘅游擊隊同佢作對啊嘛，係嘛點解同佢作對咧？大家去研究下呢段歷史當英國人當然夠狠辣啦，係咪喂，印尼嘅排華大約殺咗100萬嘅華僑喺呢個再趁住中國文革嘅時代毛澤東推人文革時代紅衛兵無法無天嘅時代英國人就靜靜部署當有美國嘅某個部門喺度幫手啦，係嘛清華清共順便去清華同蘇哈圖合作啊嘛，殺咗100萬嘅華人呢段歷史咧
當然係對華僑啊造成好大嘅傷害奸淫擄掠殺數下圖有英國人背後策劃嘅唔好俾華人嘅勢力喺東南亞，尤其共黨嘅勢力壯大啊嘛，係嘛？好啦，佢治理香港嘅時候，使唔使防中共咧？佢聰明㗎，唔重用你就得啦，係嘛？譬如考呢個高級考幫辦、警察、消防幫，一定要點啊？英文 pass 佢唔要你中文 pass 㗎喎，係嘛？喺呢度已經玩死好多點喺香島中學畢業嘅人啦，係咪仲有由左派背景嘅人咧好少俾佢做幫辦級嘅，好難考嘅。台灣翻嚟咧，亦都好難考啲幫辦級嘅低級嗰啲警察仔都可以做咁喺呢度咧通過咧就係佢哋嘅政策咧就係點以華制華。咁喺呢度圈住佢，用大馬新村呢啲手法圈住嘅人咧當然有買辦啦跟住英國佬做生意嘅買辦啦，係咪洋買辦啦？正如大馬啲陳正祿嗰啲咪買辦嚟嘅咯，英國人買辦嚟噶嘛，係嘛？一定有英國人治理裏邊一定有買辦嘅黑社會啦你咪太離譜啦！67年代容許佢係生存㗎，黑社會裏邊直至到廉署改造警隊開始咧英國人用心喺香港嘅事務裏邊比較用心啦麥理浩嘅年代設立廉署開始咧香港走上咧正式嘅軌道即係成為一個正當發展城市嘅軌道啦。從呢個大馬新村圈住佢哋之後咧，英國人發覺屌跑馬合法化就得啦！你黑社會揾錢，點解我哋港府唔去揾錢啫？去做慈善啊嘛，用馬會使乜俾黑社會揾晒啫？大家知嗰時係嘛？香港仔黃老吉係嘛？收馬攬噶嘛，仲有收狗攬噶嘛，仲有開埋字花噶嘛？喂，你冇黑社會咁好揾，倒不如我哋港府立法係嘛？喂，正式賭馬合法化咯，係嘛？咁仲有教識香港人好中意嘅英國足球磚頭事業係嘛？揾嘅華商聽我使嘅係嘛？李嘉誠咁入局咯係嘛？英國人培養出嚟噶嘛係嘛？炒磚頭就得噶啦好你睇睇下英國文學係嘛？香港大嗰啲教嗰啲 communicative English 嘅英國文學嘥氣，佢懂咩嘢嗰班友係嘛？唔使噶，港大出嚟天子門生啦嘛，一定有份好工俾你噶啦嘛。中大次之，其他嗰啲咩浸大後來嘅科技大學好少少啦當初都係二三拉嚟嘅啫最重視港大係嘛？喂，喺呢個大陸畢業嘅或者喺台灣畢業嘅，你行埋邊啦？有啲你食低級嗰啲啦分階級㗎英國人，但係咧因為有太平盛世好多醒目仔咧就係點識自我圖強，咁亦都當然有啲世界仔㗎係嘛？識走線嘅係咪成為機會主義者嚟㗎係嘛？即係有啲醒目仔香港呢個世界仔咧都發咗達㗎係嘛？
但係咧，香港嘅文化係咩文化啊？有冇呢個愛國嘅呢個思想嘅咧？啊，有冇對研究呢個中共嘅專家咧？少之又少。嗰啲港府嘅官員啊，連台灣都未識啦。英國都係特登禁止佢哋去台灣㗎。啊，嗰啲官員啊，咁亦都係喎。49年之後，毛澤東搞到中國乜嘢啫？啊，直到97回歸都唔係好掂㗎。2001係嘛？WTO 入咗係嘛 ？WTO 啊就係李柱銘嘅幫手㗎。嗌翻嚟㗎，親自去美國游說嘅最惠國待遇啊，係嘛？其實呢啲愛國人士嚟㗎。但係49年之後到97啊，喂，中國嘅經濟都未乜上軌道㗎喎。仲有三反四反，係嘛？文革、戴躍進。呢個角度啊，香港人甘唔甘心去研究佢先？所以咧就係咧，英國人亦都係淡化愛國教育。愛英國可以，愛你哋嘅祖國，佢淡化嘅。所以當時啊，嗰啲大學生火紅年代就知啦，要鼓勵到點啊，自己點啊，當然共產黨背後有做嘢啦，係嘛？營造關社係嘛？要鼓勵啲大學生咁樣做嘅，即係證明點啊？好少人關心中國㗎，亦都點啊？冇話愛唔愛國㗎，但係咧由於有血緣嘅關係啊嘛，好多人點解喂深圳啊、廣東啊或者其他四川落嚟啊嘛，嚟到香港啊嘛，或者潮州啊嘛嚟到香港，有血緣嘅關係啊。國內發生咩事咧，佢哋關心嘅。喂，例如呢個喺呢個洛杉磯奧運係嘛？應該洛杉磯奧運美國嗰度女子排球啊，中國嘅女子排球啊，喂爭冠嘅時候啊，喂深夜喺度睇㗎。仲有國內有咩水災天災人禍啊？香港同胞頻頻寄救濟品入去㗎，藥物係咪？因為有血緣關係啊嘛，係嘛？血緣係咪等於愛國咧？另外一回事，係嘛？另外一回事。喂，人鬥天鬥，毛澤東戴躍進係咪？超英趕美死幾多人啊？馮克講4000萬係咪？文革又死幾多人啊？天安門屠殺89，呢個國家唔怪得香港人喂冇呢個愛國呢個觀念喎。除咗左派啦，係咪啊？你但問佢，你睇有幾多個真正㗎？係咪89係個觸發嚟嘅。翻嚟呢度啦香港文化係咩文化？喺呢個借來嘅地方、借來嘅時間、借來嘅人英國人咧冇乜睇香港灌輸一啲英國嘅文化或者咧中國文化，梗係冇啦。係讓呢個喺文化裏面係一個沙漠嚟嘅，有人講文化沙漠嚟係嘛？係等佢自生自滅。但係香港人咧係有啲醒目仔噶嘛，係咪好似我哋呢啲係咪冷眼旁觀佢哋噶嘛？但係我哋呢啲亦都唔受即係重用㗎啦，係咪幸好揾個機會摸一摸全人教育嗰間大學，我都有機會憑實力㗎最主要原因香港點咧？唔需要有文化嘅，唔需要愛中國嘅，
你只要點啊？揾銀啊，車仔啊，樓仔、老婆仔 ，OK。英國咧就係推廣呢一點啊，俾啲賭馬、皇家賽馬啊，英國足球啊，咁喺呢個社會裏邊咧有黑道啊，而家都有噶啦，而家仲同共產黨合作啦，係嘛？黑道、白道啊，買辦啊，英國人屬意嘅商家啊，大家一齊合作，炒起佢啊！實業咧，喂，李光耀評得最中肯，李嘉誠啊嗰啲咩李兆基啊、鄭月彤嗰啲發嗰啲咩轉頭事業咧，冇持續嘅事業㗎。你就算李嘉誠兩個仔啊，唔會發展下睇到，喂，無人機啊，無人機啊，嗰起啊大疆無人機係畢業喺香港科技大學㗎，啊，李嘉誠睇唔到呢啲㗎，而無人機幾勁啊！而家你知下國防事業嚟㗎，喂，李澤楷咩又話出色嘅年青嘅一輩商人啊？有冇投資啊？大疆都未識睇掂啦，所以冇實業冇企業㗎，冇持續性嘅事業㗎，出唔到點啊 ？Steve Jobs 呢啲㗎，出唔到嘅。英國人唔鼓勵嘅，啊，轉頭啊，同埋俾啲獨霸嘅事業你，啊，當然有啲醒目仔抓住咗美國嘅商機啊嘛。係嘛？啊，亦都有一批喺中國落嚟嘅紡織嘅大商人啊，係嘛？所以英國人用啲大馬新村混住咗呢邊咧，嗰啲咧香港係龍蛇混雜好多醒目仔搭落嚟嘅49年逃難嚟香港嘅商家。呢班係醒目仔嚟㗎，借住比如美國啊，有好多國際一流嘅人才湧去美國。當時咧有好多點內地一流逃難嘅人才，資本家係嘛？本地嘅黑道，黑道係咪人才都未？喂，都可能係㗎。因為中共講啊嘛，黑道都愛國㗎，有啲喂，一齊都共聚一路喎，形成咗香港點一個獨特嘅社會，文化好淡薄，唔需要有英國人唔需要有愛國咧唔需要強烈但係你可以關心大陸嘅事務，因為有血緣關係啊嘛，有好多係大陸落嚟㗎，係咪？有好多親戚㗎嘛，係嘛？喺度咧，俾太平盛世嘅日子你哋民主咧，我慢慢教你哋自由咧，有限度嘅自由唔應該有限度嘅自由啊，即係有守法嘅自由喺度對黑道容忍嘅97之後有廉政之後咧都容忍嘅。只不過係點斬斷貪污呢條路線，黑道同埋警察結合斬斷咁仲有好多工商界嘅咁貪污都呢個廉政公署做咗好多嘢嘅即係咧reset 香港嘅成為東方之珠嘅 reset 就係喺麥理浩時代我希望咧就係我呢個簡短同埋我個人嘅比較淺薄嘅意見啦。但係我提出個好重要嘅論述咧，就係美國
有委託一個人類學家去研究戰敗日本點樣管理例如保持天皇制度，同埋咧唔需要佔領呢一個全面佔領日本，派一個強者麥克阿瑟去咯，天皇只話去改咗日本就得噶啦。咁樣似日本人好崇拜呢個麥克阿瑟噶，除咗佢哋嘅天皇之外好可惜，中國中共冇做到呢一方面嘢，冇委託一個人究竟研究香港呢班人點解會喺英國人治理之下成為東方之珠咧？喂甚至當時嘅儲備97之前高過呢個中國嘅一國㗎但係咧佢哋出唔到呢啲抗世嘅文學家出唔到嘅，英國人亦都唔需要佢出，或者企業家出唔到呢出商人，商人同企業家兩回事呢啲就算李嘉誠個仔都做唔到企業家啦，商人嚟嘅啫嘛，炒字當頭點唔需要太親近中國，亦都唔需要太親近了解台灣。你聽我英國人之嗲就得啦所以我都話咯殖民地時代就俾英國人玩，點樣玩到最後一刻，居英權你都冇啦，英國人嘅居英權當你係英國人而家啲人仲對彭定康好尊敬就係彭定康年代你哋冇英國嘅正式 passport 可以定居英國嘅英籍人唔當你哋嘅喺英殖民地出世冇資格揸呢個英國 passport 定居香港唔當你係英國人。但係而家佢哋後悔可以早啲放呢啲香港人落去香港人有太平盛世你唔知佢就自我圖強呢啲係點同埋重視教育啦，係咪？呢啲係點中國人嘅特色嚟嘅，只要有太平盛世，中國人就係會懂得自我圖強係醒目仔嚟嘅中國改革開放都係㗎改革開放係咪？太平盛世就自我圖強㗎啦會唔會作反作你條毛有醒目仔世界仔，香港人點會作反你睇到英國人用呢種新村手法圈住佢佢當然係妨礙佢哋作反冇誤會點解有啲富人區點解你用新村你睇錯啦，佢其實就係新村嘅手法，唔排除你有點富人區，你嘅私人住宅好靚，山頂之類嗰啲你咪要塑造國人呢個國際城市嘛，但係佢嘅手法都係點大馬新村捆綁用英國嘅以華制華，分而治之，點捧起啲屬於佢自己屬於嘅商人，李嘉誠典型嘅黃賣俾佢最後買辦總是係嘛，洋英文暗中踩中文係嘛，唔需要太深厚嘅文化係嘛，呢啲係點大馬新村嘅手法咯，圈住你嘅思想，圈住你嘅肉體，跟我英國人走，有個害處就係英國人一走，嗰幾任特首同埋啲官員唔識做嘢㗎，因為以前係點跟英國佬辦事 by order 得㗎啦，
一獨立思想去做咧唔掂噶。中共睇到呢點，但係唔了解啊，英國人點樣養成咗呢班大馬新村啊嚇，圈住佢肉體，圈住佢嘅思想，圈住佢嘅文化啊，仲有啲醒目仔咧，可以咧發揮到香港做東方之珠嘅，即係商人本色。唔會作反㗎，啲醒目仔點啊？識捐窿捐罅，有啲變咗世界仔㗎。世界仔梗係唔會作反咧，作咩反啫？講幾個人係世界仔好唔好啊？喂，最近咪好多咯，講緊世界仔，陳建敏教授都講緊世界仔啦，係嘛？我哋早講㗎啦，係嘛？陳橋事件好似我哋講咗，有啲係有幾個世界仔嘅喎。港獨689啊，真係害死香港。講咩獨啫？你睇睇啊，李永達嗰班6人啊，政改小組連回信啊都未識回啊！點玩得過共產黨啊？胡錦濤使完佢，喂，佢自己都話懵懵地，你可以知啊！對中共嘅淺薄，累死曾蔭權坐監就係呢班人嚟㗎，民主黨㗎。原來曾蔭權啊喺政改裏邊有落力㗎，同民主黨合作㗎，跟住得罪咗中方嘅，要佢坐監收場，唉，啱晒我睇法啦。我咪鼓勵嗰啲乜大學組織嗰啲中國研究中心97嚟喎，你哋中國都唔了解啊，好可惜。因此咧，中方對香港啊，特別香港人啊呢個族群啊，冇一個好似 Ruth Benedict 嘅人做一篇經世之作啊，俾到佢中共去參考，仲係收埋嗰啲咁嘅建制嗰啲九流咁啊！撩譚耀宗啊，老鼠城嗰啲嘥氣啦！仲有喂嗰啲乜火紅年代嗰啲咁嘅垃圾，踎喺嗰間全人大學裏邊，我睇唔少啦，咩料啊？97嚟連中國研究啊中心都未識啦，佢哋對中共好表面嘅了解，中共咧對香港又係表面嘅了解，因此造成2019嘅大錯啊，反送中啊！其實啊，你睇睇劉維收貨㗎，曾蔭權啊幫我哋揮到翻嚟㗎嘛，增加5席區呢個立法局議員喺區域嗰度區議會嗰度咧增加呢個功能團體5席，但係咧呢個功能團體要開放選舉嘅，佢哋嘅會員選舉係嘛？民主黨收貨嚇到我班建制派話以為唔掂㗎，原來阿爺胡錦濤撐民主黨佢哋嘅政改嘅。呢個明白人嘅胡錦濤因此帶俾呢個中國嘅黃金年代，包括咩科技嘅黃金年代同埋經濟嘅黃金年代係胡錦濤嘅。各位睇睇David Sandberg 嗰本書有講到胡錦濤嘅，佢讚佢胡錦濤唔使睇稿嘅點啊？佢話好多人係
睇少啊，睇唔起胡錦濤。其實胡錦濤對中共係好有貢獻，但係貢獻極咧，我哋睇佢下，佢係一個共產黨員啦，佢有時需要手貼啲紀律㗎嚇。雖然佢係明白人，根據清華嘅同學啊，佢係一個明白人嚟嘅，即係換言之咧，有事可以商量嘅，唔係死板板嘅共產黨人嚟㗎。咁習近平咧，習近平嘅毛澤東啊，你識未啊？你哋個長子嚟㗎嘛，共和國長子，毛澤東嘅性格人嚟嘅，係我睇出㗎。毛澤東係點啊？共產黨滴血嘅傳人嚟㗎嘛，而且係共和國長子嚟㗎嘛，係咪啊？由於冇 Ruth Benedict 睇香港把握，因此咧就係中國唔了解香港人想要乜嘢喺政改嗰度喺呢個全民直選嗰度要乜嘢？其實係一步步都得㗎，有回應，好似胡錦濤有回應，香港人收貨，而且係點啊？係基本法鳥籠式嘅民主選舉嚟嘅，驚香港人做乜嘢啫？黃之鋒嗰啲雨傘革命真係革命亦都由於2010嗰次胡錦濤寫信跟住佢哋去中聯辦見面啊嘛，張文光佢哋去啊嘛，劉慧卿佢哋去啊嘛，因此咧就激起嗰啲少年派啦，嗰啲腦筍未生埋嗰啲本土派出嚟啦，咩搞港獨，搞咩港獨啊？梁振英害死香港啲小而幼小嗰啲少年派嚟嘅啫嘛，成得事梁振英害死香港，港獨係咪？本土派老習冇嘅，即係好似Ruth Benedict 呢啲有功力嘅人類學家睇香港把脈，又寫個報俾你參考嘛。香港呢班有89民運李卓人上去仲有白頭欖上到去唔使把支槍指住佢哋啲錢都李卓人啲錢帶錢上去即刻俾晒啦，俾晒啲公安啦，係嘛？但係呢點咧，你係冇證據嘅，但係可以睇到程介南同埋李卓人帶錢上去唔見咗突然間喂，喺嗰度89民運香港有支援係嘛？有支援嘅，好落力嘅。但有冇話都要推翻共產黨擠提喺中國銀行擠提司徒華都反對啦，係嘛？何況嗰啲陶君行嘅僆仔嚟嘅啫嘛，你睇下佢而家講嘢仲有啲激情喺度㗎，當時89你都睇到佢啦，係嘛？呢個係一個歷史人物嚟嘅，因為當時係大專學聯嘅主席嚟㗎嘛，係嘛？個會長嚟㗎89民運都唔敢反點會反回歸祖國之後2019中國經濟已經點G2 嚟㗎嘛，嗌緊 G2 係嘛？嗰啲醒目仔商人嚟㗎嘛，唔係企業家嚟㗎嘛，亦都唔係革命家嚟㗎嘛，冇陳平唔係話陳平唔係陳平係黐中共喎，真係冇赤橋冇
戴咗帽啊有赤橋灣咯，啊！唉，阿牛嗰啲點啊？喂，釣魚台㗎啦，係嘛？反日㗎，愛國㗎。2008你睇李柱銘、肥佬黎佢哋點樣啊？替中國爭取奧運啊，同埋爭取呢個啊2001之前嘅係嘛最惠國待遇啊，同埋 WTO 啊，佢係咁講啊，李柱銘嗰啲啊，如果講愛國啊，比譚耀宗啊、老書成啲仲愛國啊，對中國嘅貢獻啊、奧運啊，同埋 WTO 啊，李柱銘佢哋去同克林頓講啊 ，Clinton 講噶，因住點啊？日後中共能夠成為喺經濟裏邊成為 G2， 李柱銘有功勞，黎智英有功勞㗎，呢啲醒目仔嚟㗎，佢哋會反中共，會反革命，你會嘥氣啦，亦都冇咁嘅英國人冇咁嘅，謀略培養啊赤橋啊啦，冇英國人冇培養佢哋話反中嘅冇，中共都及住佢哋啦香港咧冇革命家㗎，冇噶嘛，孫中山嗰個年代就唔同啦，係嘛？反清復明嘅年代係咪反清復明打到塔佬嘅年代係嘛？喂，香港大學拉孫中山入嚟呢個革命家嘅啫嘛，香港冇出革命家㗎，冇㗎，黑社會大哥好多，有冇？我唔明白啦，老習咁狠落刀2019打爛香港，然後重練，將香港值10億嘅商譽毀於一旦，變咗香港變香園殺佢同胞，尤其係追殺年青一輩黑白共治，用呢種手法對自己同胞。我百思不得其解嘅，睇咗李永達，我終於驚醒。原來呢班民主派有咁鈍嘅，中央亦都冇，中共中央亦都冇委託一個人好似亦都冇咁嘅人才Ruth Benedict 喺度點研究香港出個報告俾老習去睇香港係點喺英國人嗰個新村大馬新村嘅手法，圈住佢文化，圈住佢肉體，圈住佢思想，俾啲食炒佢哋，俾啲磚頭佢哋同埋咧點買板商人本色，但係有啲醒目仔咧就係點都可以成為獨當一面嘅商人，唔係企業家將香港變咗做東方之珠。你大陸聽埋嗰啲咁嘅老鼠城、譚耀宗呢啲咁嘅料俾你哋，唔怪得香港有2019嘅悲劇。翻到嚟呢度另外一個咧，因為年尾啦，我咧就選咗一個漢字俾海外嘅華人，就係醜呢個字啱啊！哎呀，點樣學作大紀元呢啲反共神劇嘅編輯位評論員老習死啦，老習失勢啦，經濟崩潰啦，
2025係咪崩條毛啊？我同你講啊，2026啊都唔會崩潰啊！中國經濟，唔該你去研究下我嘅公式啊，我嘅理論啊，唔係我嘅公式喎David X. Lee 啊，李長林嘅公式Gaussian Corpora function 啊，或 Gaussian Corpora 或者叫 Gaussian Corpora model 啊，用嗰條公式又係華爾街啲大鱷用錯咗喺2008產生一個點次按大風暴，你要識呢條公式，你要 predict 中國崩唔崩盤嘅話，你識未啊？用 Gaussian Corpora function 李長林呢條公式去 predict 懂未啊？你咁嘅扮嘢，嗰啲咩小翠嗰啲日日都話講嗰啲唔怪佢嗰啲咁嘅年超年少又唔係喎，年輕啦年輕智弱嗰啲呢啲咩程曉龍汪浩，起碼都識啲嘢啩？我唔敢講，係唔好講名啦汪浩、程曉龍嗰啲許成光呢個要講呢個日日都話，年都話中國經濟崩潰啦，習失勢啦，共產黨基因必敗啦，幾時敗啊？嗱，我再講2026到2028中國經濟都冇崩潰喂，唔該你睇睇 Paul Krugman喺 Financial Time 嗰度FT 嗰度最近有個視頻佢話要壓中國我第一次聽到喺 New York Times 嗰度時時都話崩潰，我不停打臉佢啦，崩你條毛啦，喂唔該你用下我嘅理論啦經濟歸零起跑線一場瘟疫，兩場戰爭俄烏同埋以色列嘅反恐，將世界起碼180個國家嘅經濟拖到係咩有啲負嘅 GDP， 有啲冇增長嘅 GDP， 喺嗰條經濟起跑線嗰度 reset 嗰個 moment， 呢個 moment 就係 reset 喺呢個 reset 喺一場瘟疫、兩場戰爭呢個時機裏邊 reset 呢個世界經濟 reset 越強者越勝中國贏在起跑線邊條起跑線？經濟歸零起跑線，懂未呢啲你都未識嘅話，你可能分析中國嘅經濟，話佢年崩潰，崩你條毛，佢崩潰同你講世界好多國家仆街2025係嘛？仲要11月1.1兆export 嗰度正值喂呢一個1.1兆明白未喺 export 嗰度盈利有1兆美元我打個8折都唔得掂啦！嗰啲貨當然美國減少咗啦，中共去咗邊啲國家研究下如果佢經濟崩潰嗰1.1兆嗰啲貨喂冇咗嗰啲1.1兆嗰啲貨幾多國家唔得掂
中國條生產線又叫黑工廠啊，即係用點啊？夜晚啊，用機械啊、自動機械啊不斷生產嘅，去研究下有幾多啊？我遲都睇啦，係嘛？啊，好多數學家啊，靜靜雞啊，唔係靜靜雞，有啲係點啊？開晒名翻去中國，仲有其他嗰啲啊 AI 嗰啲啊，半導體啊、晶片嗰啲啊，醫學嗰啲係咪啊？不斷啊被掘騙啦嚇，或者自己甘心翻去中共㗎，明白未啊？我俾個少少嘅提示你啊，喺中共嘅經濟崩潰。喂，最近咪圍台啊，飛彈大炮啊，唔使錢㗎，啊，喂，你睇睇中國而家訓練嗰啲運動員啊，職業運動員嗰啲啊，嗰啲科學方法啊，上咗軌道㗎，仲有研究啊，COVID 嗰啲啊，唔需要香港大學或者中文大學替佢改英文啊，記得未啊？新春啊，燈謎啊，我俾個篇嘢你睇嘅，關於 COVID-19。老習啊，突然間結束清零啊，係同嗰篇論文有關係嘅。學下嘢啦，各位！中國經濟崩潰，中央唔知幾有錢啊，死就死低端人口咋，唉。唔信咪睇咯，2026嚟啦，係嘛？唔會崩潰，絕對不會啊！你壓中國崩潰啊，輸死你啊！2026，我同你睇啊，嗱冇10年8載啊，我咪神仙啦！2026到2028啊，你都面對一集啊，中國經濟崩潰啊！所以因此咧，第二個字2025就係英文嚟嘅呢個字就係 reset， 同呢個世界局勢有關係嘅。呢個 reset 呢個就係 reset 嘅年代一場瘟疫，2場戰爭喺呢個時候咧就 reset 啊，正如係點啊？2次大戰之後世界局勢 reset， 英國行埋一邊，不日落嘅英國行埋一邊，由英國取代由美國取代英國，不列顛呢個不列顛不落日嘅英國，玩完由美國取代。呢個時候咧就 reset 啦，注意2025，我俾一個字就係 reset 嘅年代，一場戰爭，2場瘟疫，你睇睇啦，邊幾個國家贏到呢個 reset AI 嚟啦，係咪啊 ？Quantum computer 有突破㗎啦，係嘛 ？Fusion 亦都快嚟啦，係咪啊？好，各位 EV 電動車係嘛？你唔中意佢，但係好多國家，美國唔中意啦，好多國家要 EV。喺呢個 reset 嘅年代，你有冇掌握到咧？你嘅心態、你嘅思想咧，有一點好重要嘅，而 AI 嘛，人工智能啦，係咪？假如你嘅腦力唔夠嘅話，你嘅 brain fitness 唔夠嘅話，你就俾點AI 控制你
所以啊，呢點咧亦都好多人忽視咗嘅。人嘅時間休息時間越嚟越多噶啦，因此點樣改善你嘅 brain fitness 啊？嗱住啊 ，brain fitness 係咪淨係個腦啊？個腦適能啊，雖然譯名係逆腦適能啊，係一個 whole body 嘅 training 嚟㗎，包括飲食、睡眠、性愛仲有 exercise 啦。邊種最好 exercise 啊？係咪得一種啊就得㗎？嗱，各位諗諗啊 ，brain fitness 啊，2025 reset。你睇睇啦，係咪 ？Quantum computer 商業化快嚟啦，係咪 ？Fusion 2030可能嚟啦，係嘛？有啲話咧唔使2030之前都得噶啦，係咪？Quantum computer 有人用緊噶啦，係咪？Fusion 快嚟啦，係咪？AI 係咪？機械人係咪 ？Drone 係咪？係嘛？2025係咪一個 reset 嘅年代啊？假如你冇把握到你嘅brain fitness唔夠啊，凡哥再見啦，係嘛？我係brain fitness之父，係我第一個人提出喺度 reset 嘅年代，你一定要改善你個 brain fitness。點樣改善？我有晒㗎，有晒方案㗎，慢慢同你講啦。今日同你講到此為止啦個幾鐘頭㗎啦，係咪？我都瞓㗎啦。咁希望各位咧就係休息之時咧研究下啦，係咪？2019點解老習要落刀將香港變呢個黑白共治，跟住咧就香港變鄉願咁肯落刀咧？我個人少啲嘅見解就係冇呢個 Ruth Benedict 啲人類學家或社會學家咧香港咧喺香港咧做一份咧就係報告俾呢個或者係咧就係共產黨人咧太過即係點自負唔需要呢啲咁嘅撩蛋，我奶他們就服的，不服殺得服，殺到服咯，服唔服啲醒目仔唔需要殺仲有啲世界仔英國人呢啲用身穿手圈圈住佢肉體，圈住佢思想，商人本色啫嘛。醒目仔極都係商人本色啫嘛，使唔使殺佢咁樣殺香港殺到絕共產黨犯咗大錯㗎，殺絕香港將黎智英虐待到咁係嘛？你睇睇李柱銘收晒聲㗎你睇睇自動自覺收晒聲，李柱銘你阿達嗰啲認錯而家原來自己嗰班友咁冇料㗎睇唔到胡錦濤係個明白人，咪可以傾㗎，冇掌握時機因住香港變鄉願嘅毀滅香港人係有責任嘅，尤其係唔單止民主派缺乏中國通我無能為力我雖然踎喺個全人教育裏邊，我算到乜嘢不過咧今日咧就係盡訴心中情仲有一樣嘢打李月挺我哋知道李月挺係以前教育處長啦做嘅，呢個垃圾竟然唔承認台灣學位公然係點公開講嘅，就係俾我哋班佢班到佢後來退休要去點去中大做個講師有學術嘅我都學你條毛教育處喺呢點裏邊有睇到香港啲官員嗰啲無知嗰啲幼稚，用個官僚機構去評人哋嗰啲海外學位你會嘥氣但係接受㗎香港啲醒目仔同埋或者古惑仔唔係古惑仔即係嗰啲世界仔接受㗎接受
啊，係嘛？香港英聯邦天然悶生，台灣嗰啲嗱，司徒華冇爭取啊呢一點啊，反而譚慧珠啊乘機爭取承認台灣啊或者係海外中共學位啊，譚慧珠有爭取嘅，尤其台灣學位，司徒華冇做嘅，可以知道啊，司徒華係喂仍然係點啊？啊！佢夠膽反中國，司徒華反中共，係點睇到啦？係嘛？6.4嘅領軍人啊，司徒華啊，唔夠膽替台灣爭取承認啊，香港承認台灣學位啊，司徒華冇爭取到嘅。呢啲咁容易治理嘅人啊，奇怪啊！呢個共和國長子嘅執嘢，竟然落刀落到咁狠啊！嗱，喺歷史上，共產黨係做錯咗呢件事噶，將香港啊變咗鄉願，一潭死水。好啦，各位有識之士，你多啲發表下你嘅意見咯，係嘛？唔同唔喜歡嘅見解唔緊要噶。各位再見。祝各位咧就係新年身壯力健，冰 fitness 啊，越嚟越好啊！注意啊，點樣鍛鍊冰 fitness 啊？你聽聽我講啊！再見 ，Ruth Benedict， 菊花。遇到香港嘅悲劇，唉，就係大馬嘅新村加醒目仔，仲有世界仔，點去造反啊？點去反中共啊？冇革命家㗎香港，唉。咁樣嘅東方之珠落得咁嘅手掌，唉，再見。喂，住下醜啊！2025看住俾你啊！冇跟埋嗰啲大紀元嗰啲反共神嘅編輯啊，習失勢，中國經濟崩潰 ，reset 啊，要 reset 啊！懂，尤其。Bring fitness 啊！OK，再見，拜拜。